主人，脫咗牙唔理佢得唔得？我要唔要話俾佢知？日常生活入面，好多人都會誤會，覺得只係冇咗隻牙，冇乜嘢啫。橫掂仲有咁多隻牙可以用，但係缺牙嘅壞處係唔會即刻顯現出嚟嘅。首先，佢會令到你咀嚼嘢食冇咁好，跟住就會影響到消化，仲有可能搞到發音唔準，講嘢漏風。如果唔及時處理，壞處仲會進一步加劇。隔籬嘅牙會向缺咗牙嘅位置移位傾斜，對住嗰排嘅牙，因為冇咗正常嘅咬合關係，都會生翻長出嚟，咁會直接導致腮牙，成個咬合系統亂晒，引發一連串問題。有咁樣一個講法，缺咗一隻牙，等於危害成個口腔健康，會影響到周圍其他牙齒。其實咁講係冇錯嘅，就好似一條生產線咁，每一隻牙都有自己嘅崗位同職責，一隻都少唔到。算啦，我都係話俾佢知啦。